这个给你穿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那双就不要穿了，我这个给你吧。啊，着落去啊，着落去唔凍噶。我對襪都俾你，對襪都俾你。啊，大哥，大哥，把这个给你。这个袋子我上次给你的，记不记得？幾得係嘛？你4位㗎，喺度瞓覺凍唔凍啊？這個鞋子怎麼那麼髒的？哎呀，這個鞋子好髒。你在這個地方睡覺冷不冷？好凍，啊？唔凍係嘛？咁呢對鞋都冷咗啦。你睇呢對鞋好冷啊！仲有冇鞋啫？對，冇鞋咩？沒有鞋子嗎？有沒有？沒有。這個鞋子都爛掉了。上次給你那個錢花完沒有？那你要放好哦。啊，還有是吧？可以。要不我這個鞋子給你算了哦。來，我這雙鞋子給你算了，這個給你穿吧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那雙就不要穿了，我這個給你吧。啊，着落去啊，着落去唔凍噶。我對襪都俾你，對襪都俾你。啊，你瞓覺你咪着落去咯。嚟，攞住，將對襪着落去，着落去。唔使話，咁嗰對舊嘅就掉咗佢哦。係咁走啦，拜拜。你上次話叫咩名啊？梁姓梁啊。嚇？梁是咪？梁。你口罩除咗我睇下你，咁啊下次我就識你啦。OK，4位㗎嗬。好係咁啊，拜拜。